过来消息来看，立法院今仔针对美国企业对顶关税冲击办公听会，有专家是表示讲，若美国的进口产品零关税，这会严重影响到咱国内汽车产业甲农业哦。有学者嘛真烦恼讲，若开发其他的出口市场，嘛惊会讲对业者来产生二度伤害。立法院财委会举行台美政府对顶关税协商公听会，邀请各界代表参加。外界关心，若美国进口产品零关税，农业甲汽车产业恐惊受严重冲击。汽车产业企业代表话声应该先调整货物税，毋是关税。劳团代表是烦恼劳工就业环境也受影响。行政机关应该主动向立法院来报告。前总建议启动国会报告以及社会咨询程序尤其应该纳入商业总会、工业总会还有全国总工会的意见希望优先调降货物税，而不是关税。我们要降为零，是比别人更有办法、能力承受吗？学者认为，因应关税冲击，土地出口市场是方法之一。不过，若是出口到所得较低或者是生产成果低的国家，恐惊互国内厂商受二次的伤害。他不是没有能力卖到低所得，是因为他要赚取一个比较高、比较合理的利润。如果真的在协助业者转到这个低所得国家的市场，其实坦白讲，就是一个二次伤害。财政部强调，台美关税谈判的前提是强化台美经贸关系，甲秉持互利互惠原则，达到贸易平衡。对企业或者是民众，若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，无法度一摆交清税款，应申请免算利息、延期、分期来纳。延期上长一年，分期上长36期，到6月底已经核准6803件，应该纳税税也差不多是288.2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